你怎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。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在现代，你不一定比我小柳儿厉害。柳儿，姐姐，她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。冉冉拜见冯昭仪。哎，别，冉冉，快起来！你也穿越过来了？算是吧。啊，现在穿越都跟走亲戚一样了。要我说，你把柳儿、元宵还有李欢一起带回去算了。我不，姐姐，我舍不得你啊！而且我在现代玩的可开心了，我还想多玩一会儿。恕冉冉不才，机缘巧合来到这里，还未找到回去之路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？免了，我们坐下来谈啊。求冯昭仪留下冉冉，冉冉愿意做牛做马。不行，姐姐，她是拓跋将军的心腹，她会追杀我和皇上的。冉冉既然来到现代，就绝无异性，请冯昭仪相信我，我愿意做牛做马。凭什么相信你啊？好了，别吵了。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就算你那个拓跋将军穿越过来，也不会怎么样的。但是，他不会真的穿越过来了吧？谢天，谢谢佛祖保佑，谢谢各位菩萨保佑，姐姐。虽然我在宫中的时候，你和拓跋将军征战在外，我们从未谋面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跟你们那个朝代还是有点渊源的。你又是孤身一人，我不会对你不管不顾的。不然，索性你就留下来吧。冉冉谢过冯昭仪。免了，我们这里不兴这个的。你就跟柳儿一样，叫我姐姐吧。柳儿，冉冉可以留下来跟你做个伴儿。再说了，我们店里也缺人手啊。你跟她说说我们店里的情况。既然姐姐都宽宏大量的原谅你了，那我就勉为其难让你留下吧。你以后放机灵点，我柳儿就多教你一些。那现在第一步，先把你这身黑不溜秋的衣服换了，臭死了！这样穿算怎么回事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啊？手机。那你知道照相机是什么吗？飞机呢？现代是新社会了，所以啊，你以后对我好一点，说不定我小柳儿多教你些东西呢。走吧。我这里不会
真的变成古代收容所了吧？我这上辈子到底欠了多少债啊？哎，一会儿千万记住，不能说真了。好，区区一所幼儿园，这分分秒秒就搞定了。走，走。先来个自我介绍。哼，简单。朕本为一国之君，姓李，字元宵，正值乔年。于是度八春秋是也，物之双亲，遗留于古代，生死未卜，于是已成狂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以后少让孩子看那么多古装片儿。下一题。小朋友，用英文自我介绍一下吧。英文？什么文？外邦的一种交流方式。大胆妖孽，竟敢让这种小国蚁人，朕乃要让大国之君放肆！对不起，老师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一句英文不懂，外加没有礼貌。现在考你常识题。哈哈哈哈！老虎皮和人造皮，你觉得哪个不好啊？当然是老虎皮啦。耶！那你说说，是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穿过，又重又脏又不好看。这孩子怎么这么残忍？家长怎么可以让你穿皮草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差评，差评。继续，继续，说说你有什么特长，比方说弹琴、书法、画画什么的。哈哈哈！有，这个一定很厉害。像那么回事儿。大功告成。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哎，怎么没人来接驾？真是快疯了！人呢？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是你？你们也认识啊？哎，你到底是古代的人人还是现代的？哎呀，这个人混乱了。皇上，他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冉冉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他来到现代什么都不会，就好像折翼的恶魔。他来这儿只能听我小柳儿的，所以他要是敢欺负我们就告诉警察叔叔。你们也是老乡啊？是的，文宇哥。听说今天有人很不开心呢。太上皇，来，快说。哎，他是太上皇，也是李先生。您都知道了。对呀。哎，这烦着呢。不烦不烦啊。我说什么？但是你放机灵点啊，太上皇现在得了一种怪病，他什么事情都忘了。你要一提呀，他就发病。放机灵点啊，皇上。皇上，今天怎么不高兴啊？这烦着呢。忘记了，病发，莫非有什么阴谋？看来我留下来的决定是对的。实在是太好笑了，还好那个死皇辉不在，要不然他肯定笑掉大牙。有那么好笑吗？小朋友而已，童言无忌，天真无邪的。依我看，这幼儿园太夸张了，
总问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，刁难小朋友，是不是？妖女，真没看错你。多吃一点。好。又不吃啊？我看着就行。吃吗？吃吗？太好吃了！夸张。不要耍帅哟！刚才某些人饿得咕噜咕噜的，朕都听见了。让你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洗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妖女，你别担心，我们家里一屋子的白。呀！怎么样，味道好不好？是我平生吃过最难吃的鸡爪了。妖女，你别生气啊。大家今天辛苦了，难得小皇帝大驾光临，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。我们今天就早点打烊，各自嗨去吧。谢谢姐姐。冉冉，你也别总板着脸，要试着融入大家。在现代就要把过去给忘掉，做你自己就好。石头剪子布。柳儿，带冉冉去超市逛逛，顺便买点东西回来。石头剪子布。哦，哎，鳄鱼哥，我想到超市大采购，我拎不动。我怎么老输啊？哎让我忙。鳄鱼哥，帮我一把，一起吧。我要看着我老大。哎，你可真逗，人家上厕所你也跟着呀？我说他怎么那么傲娇呢？原来都是被你们给惯的。哎呀，去吧，等他回来以后，我帮你跟他请假。那我去一会儿就回来。去吧。这可是小走吧。冉冉，走。是，奴婢知道错了。得了我。等等，有情况。西都夫，你是不是也想当我的后妈？那我给你做个交易吧。只要你陪朕玩好玩的，这就让你当我的后妈。OK， 走。大家都出去了，也好啊，我自己一个人能清静一下。谁啊？谁啊？有人吗？谁啊？有人吗？福生吗？
减价，真是太好了，我什么都想要。哎，那边减价，哇，拿回去。鳄鱼哥，你怎么来了？鳄鱼哥呢？鳄鱼哥刚刚还跟着我呢。你喜欢喝吗？喜欢的话，我买回去煮给你喝呀。你不要这样，上次是你误会我了，我真的不是什么坏人。啊，你知道啊，你平时是不是不太爱说话，不太喜欢笑？你到底会不会笑啊？哎，冉冉。鳄鱼哥。哎，冉冉，上次真的是你误会我了，我真的不是那样的人。鳄鱼哥，怎么不等等我呢？鳄鱼哥。哎，媳妇儿。鳄鱼哥。去哪儿啊？欢迎光临，下回见。怎么了？行了，别看了，走了，走喽！哎呦，没事啊。哎呦，这样带我玩好玩的，你就带我来这种地方惹祸我。这就是最好玩的地方啊！我开心难过最喜欢来这儿了。我就是传说中的麦霸，准备好了吗？哎，走。哎呀，开始表演喽！哎，你刚才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……你以为是有无脸妖怪是吗？不要吃我的脸！什么鬼？我没有那么丑。你跟踪我？跟踪你？别自作多情了。我是做那种龌龊事的人吗？更何况是你。我那天不过是下去散散步，恰巧碰见而已。这大冬天半夜3更在外面散步，也就只有你了。哎呀，说吧，为什么偷吃啊？我是给你替吃。你就说好吃，你想吃，是能死还是少半条命啊？啊，对了，上次你跟我说你要找机会好好谢谢我，还算数吗？你又出什么鬼主意？我想跟你做个交易。交易？我想让你当我孩子的妈。那你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是想让你假装我儿子的妈。你也知道，今天元宵呢面试不顺利，老师想见见父母，然后进行谈话，之后才能。你那么有钱，你找谁做交易不行，干嘛找我呀？是这个道理。我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，条件都比你好。你还我吧！哎，我只能找你，谁让你上次打肿脸充胖子来着？你忘了吗？上次面对记者和媒体，你说你是我儿子的妈。我可以随便找个女人，对我来说无所谓。可是你想让元宵在学校里被人指指点点的，影响多不好。你是当真关心他？血浓于水。好，我相信你一次。一言为定，我明天来接你。你真的一点点都不记得了吗？啊？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哇，这么冷清，不用做生意啊？今天你来啦？有客人啊？交易也谈完了，我就先走了，不妨碍二位谈情说爱了。谢谢。哎，你不是说明天要考试，今天要复习吗？
怎么又来了？我有礼物要给你。幼稚！这没过节没过生日的，干嘛送我礼物啊？庆祝交往半个月。当当当当！魏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怎么可能在柜子里会有女人的裙子呢？静静说你特别喜欢这套白裙子，所以我就特意买来给你，希望它能成为你所有裙子里最特别的一套。峰峰，峰峰，啊，喜欢吗？喜欢。Yes。啊，我现在得开始想交往1个月的礼物。我不信你的说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我怎么去分清楚对谁？什么时候抄完啊？为什么他跟我一样，都喜欢这样的白裙子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我以前真的喜欢峰峰。